中国不三时就出动军机、军舰来扰乱台海。咱国防部公布，中国军队伫咧福建海峡演练货船载地面部队登陆。有专家就分析，爱设置中国用民间的货船暗号，甲归船的部队拢载来台湾。专家就建议国军爱随时掌握台海情形，在中国出头，连面对当互咱看破卡手。中国军方一直扰乱台湾。国防部侦查到14架厝的中国军机、7架厝的中国军舰、2架中国的公务船，持续伫台海附近的活动。其中13架厝的中国军机下过海峡中线，而且毋但是海空有行动，中国东南沿海嘛有地面部队的活动。国防部头一届公布，为初三开始，就侦查到中国军方伫福建东山大厅湾，甲地面部队再起离货船的训练。自3号开始，国防部陆续侦获中共各型主辅战机以及直升机、无人机，配合2栖舰船、滚装货轮装载地面部队，在福建东山大城湾附近海域从事联合登陆演练。国人会担心会有木马屠城的效应，也就是它是一个民间的货轮，却可以整船载着2栖登陆部队，整个移动到台湾这边来。中国军方伫大厅湾附近的海峡做联合登陆的演练，毋但是空中的兵力，亲像战机、无人机、直升机，配合海顶两栖舰船，还佫用货船载地面的部队。有学者分析，就要预防中国军方利用货船假作是民间的船仔，偷偷载人员甲装甲车渗透偷袭的风险。建议国军伫兵争甚至是战争的时期，要强化情疏，掌握台海附近船仔的动态。陈平时期，你要对这些滚装货轮做先制打击基本上是不可能。清楚的去征收这些船舶的动态其实加强注意这些船舶的动态的掌握其实就可以了。国防院学者苏浩宏认为讲，国军只要会当稳定挡过头一波的攻击，中国军方想要利用货船载地面部队进行登陆作战的威胁的风险，就会大大降低。现在国防部嘛表示，中国货船是长久的威胁。已经有纳入各种演训上定的设计，持续运用联合情、监侦手段，严密掌控中国军方的动态来应用。记者综合报道。